进了警校就要遵守警校的规矩，不守规矩的人，就好像他这样，滚蛋！有没有人想跟他交换？我想跟他。2749，10分钟前进来过，我桌上有几个大玩家，6个，4个米色在左边，1个红色和1个白色在右边，长官。若有未來依然要去追，生命太短，明日無限遠，始終都不比永遠這樣遠。不理會世上長路太多，終點太少，木馬也要去繼續轉圈。明明我已晝夜無間踏進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未到？明明我已奮力無間，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為活得好。有沒有終點，誰能知道？在這塵世的無間道，我以前沒得選擇，天能是最好。生命太短，明日無限遠，始終都不比永遠這樣遠。不理會世上長路太多，終點太少，木馬也要去繼續轉圈。明明我已晝夜無間踏進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未到？明明我已奮力無間，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為活得好。有沒有終點，誰能知道？在這塵世的無間道，如何能離開失樂園？能流連忘返總是情緣，要去到極樂遙長路遠，吃苦中苦，苦中苦，亦永不間斷。明明我已晝夜無間踏進面前路，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未到？明明我已奮力無間，天天上路，